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窮人唔食 M 記系列，我係米力。小弟今次去咗灣仔嘅某樓上鋪餐廳，咁嗰間餐廳咧都唔係好大嘅啫，咁真係類似啲家庭式嘅，咁就試咗佢呢個時日套餐，其中一樣咧就係香茅黑椒雞翼，咁你見到啦。途中咧就有4隻雞翼嘅，咁啊有啲菜咁樣，少少辣啦，黑椒啊嘛，因為第二款咧就係番茄班腩飯，咁你見到啦，啲番茄都係得4嚿嘅啫，而啲班腩咧最多都係得5、6嚿，咁我就嫌佢嗰啲餸咧就唔係好多啊，一碗飯加例湯加碟餸咧就35蚊，咁啊都貴嘅，咁但係勝在咧就冇乜味精。咁就有家庭式嘅 feel，可以一戰嘅。